咱全面拢是这国军的靠山，讲到这国军的这时战备操演，又叫做这小汉宫，连续5天伫咧各地头来进行。陆军269旅呢负责守护大台北地区，今仔出动这军巴驾车、拥护战车、一个逼炮车，新式拖2比飞弹发射车到新北的8里，这片关键基础设施台北港的防护任务。另外，陆军呢也伫咧淡水河要演练，阻碍这强军的军舰登陆。另外，海军的这攻略飞弹快艇也进驻到基隆的八岛渔港进行战力保存。也因为咱演练的时阵呢，和这解放军的联合战备警巡，这时间是一模一样的。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讲，国军把握机会进行操演，要来提升战备的能力。军巴驾车、军用卡车陆续组织，国军即时备战操演，又叫做小汉宫。连续5天伫全台湾起过，那首都防卫是上要紧，受到关注。陆军是展示了排长纵观到伫拥护战车、迫炮车、军巴驾车参演。那军巴驾车赶到台北港，去年展出来的新式拖2比飞弹发射车，搁再出现，指挥执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村内军巴驾车伫原地藏起来，保留战力。因那淡水河防最近几年加做首都地区防卫重点，为了防止解放军军舰突破，对艋舺大地登陆，侵入咱的政经中心。陆军工兵群一透早就伫淡水河口演练阻挡敌军的工事，出动 M3 扑门轿车，伫河边放油桶甲降气球。阿佩克直升机也同步进行空中侦察，完成地含空的通联。像拄像国军即时备战操演，就动到中国17个联合战备警巡，时机敏感，引发关注。备战的操演，就是会做一个状况的想定，然后发布。那像昨天这样子一个联合战备军演发布之后，我们刚好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进行相对应的操演。海军的攻略飞弹快艇进驻基隆八岛子渔港进行战力保存。海防大队的雄风飞弹发射车也机动部署到接战区。郭立雄强调，这时备战操演的目的就是应付中国的侵扰。那既然他们会由训转战，我们也可以由训转战啊。那由训转战的话，部分就是说你要透过这种类似类战备的操演展现给这些部队的坚强坚实战力给民众看，那其实民众也会比较有兴致。针对中国无排除由演转战对台湾发动突袭，专家指出，国军用小汉宫反制，透过实战化的训练，考验官兵的应处能力，通对作战环境熟手，也会当提升部队的实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